今次嘅新作，華仔雖然有兩美相伴，但係佢就透露，因為角色係一個理性嘅人，所以大家唔會睇到佢喺戲中有太多談情嘅戲份噃。因為佢個人思路清楚啊，咁同埋佢好唔中意自己講一啲甜言蜜語啊，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唔懂得去取悦女性，咁咯。同華仔現實生活之中有冇少少相似啊？唔係啊，我識得取悦女性嘅。係嘛？你今日好靚啊！呢樣嘢就一定唔似啦。中緊啊，係啊！但係同華仔一樣都係個好勤力嘅人啦，應該。佢唔同我啊，佢識得揀邊樣嘢應該勤力，我就唔係，我樣樣嘢都攬上身咁。華仔同冰冰今次已經係第3次合作，佢哋喺之前嘅2部作品中雖然有談情戲，但係最後都未能開花結果，所以記者們都好想知狄仁傑究竟會情歸何處。當華仔聽到呢個問題，佢就覺得記者係有另一番意思。終於有冇終成眷屬咧？你幾次都未有。冇，都冇。頭先有個記者問啊，即係40幾50歲嘅狄仁傑都未結婚，你覺唔覺得有問題咧？究竟係咪狄仁傑定係問華仔咧？呢個問題。我說我不說，你耍我就走。